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中华宝岛肉圆上出名，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，就是肉圆的圆。圆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做圆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酥圆，这就是烂圆仔的意思，甲糯米切烂做圆仔。另外这个酥圆嘛有乌白处理的意思，像人讲酥圆裂变，就是做圆做扁，乌白处理。第二个词肉圆，嘛有人写做圆仔的圆。肉圆咱拢知讲是台湾一款的小食，用番薯粉做皮，内底包肉或者是包虾仔、含笋啊，才会内底鸭。有的上脆，有的上甜的，两款的方式无共款。啊，若是加一个鸭，咱讲肉圆仔，这就是用肉酱做的圆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客排队要买肉圆，火气煞真大，为了省来后搞的问题，伫咧歹声扫，买手头家出面来烧圆，做一届拢做互因，安尼两个人就无话讲啊。今仔日小介这一日圆，另外文音读做圆，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